广告网接了个网，放热大飞中国赛第9期。看来，好，马一队士兵一队落下，毛不自由，可是要他准备，时间分享。士兵都忙呗，忙清爽不忙清爽，到影响不是有多个。我认得了忙家有食品农，有干等等清月等等。但是我提醒一句，肯定不是讲按天包食品讲真小食品农。其实我那论天就无非是一个地热，我能讲天就。些么子啊，小讲干么子过多少100、2两、3两啊！退休人讲，退休娃，退休老娃，讲下。大家好，我是小菊，今年呢，我要和大家分享退休美学。在退休，你那发财是好山好水好风光。退休各地啊，像文林、玉海、椒江、临海、河岸。每个地方啊，美食都不一样的，而且都非常有特色，非常的好吃。今年的小菊呢，当跟你分享，椒江有枪哈，文林有改革，天台有乌拉塔，西区有九头湾。我今年特别要讲临海的台青羊皮，到临海的西平农。蛮多朋友都当你讲，这小菊啊，那个西平东浪另一个西平东干么意思哎？那个西平东是不是咱们讲叫麻油子对不对的？今年的谁来到大家讲，谁临海啊西平东也叫麻油子，那个麻油子呢，每家每户逢年过节都在做的，这个选料选材包括技术工艺相当的考究，蛮多人用德米、猪肉。豆鹅、黑蛋、豆腐，还有些呢，甚至用个萝卜干、萝卜丝、芹菜、水稻仁，这些材料了，等讲了，倒好了去了，等讲过油不炒起来，炒好之后呢，强要考虑咱们呢，食品比要先当了，这当食品比啊。在临海也是相当讲究的，每家每户当食品比是了，都有这个好。个鹅啊，大家小称简单的鹅如果普通放好了，放煤气灶了，有可能要打焦啊。不煤气灶上面了，等个地里铁板，个鹅打出来那个没有纸皮了，一定都不焦的。夯了慢慢是不给收起来，脱起来，不过了是热的。夯脱好之后了，你晓得。
菜也炒好，饭也炒好呀，对吧？很等我铺脚面了，我洗了放，个豆面，我这些炒好的等等，刚才所讲的料，决定不给包了。包的时候大家要特别注意，这一头了等我要香肠，这一头了要不给满了。如果满了呢，我个吃雪冰冻啊，不好像天样的嘿，下面要苦了点个晓得呗？我不苦了，下面个汤水了，个油水要漏开的，是这个意思。个雪冰冻了，每家每户，老老小小都喜欢吃。今天和大家分享个临海的雪冰冻，我晓得我的人呢喜欢不喜欢？如果我的人感觉到我今天这雪冰冻分享了好的。啊，我走里去了，晓得屋里人吃得香。我不晓得我今天讲的话，临海的雪冰冻，应该在中国那个目前百度都可以搜索得去。在临海是属于一大地方小吃。谢谢大家。好，谢谢沈老，有请乔。同样，应该讲沈老还没必要打自己啊，让你听听阿姆哥。开始准备，开始。搿屏幕呢是讲到我们退休的饮食文化。搿饮食文化出于对我的是有我们退休的一种饮食文化，都要包食品啊，是我们家庭幸福团聚的一种欢庆的一种方式。搿文化呢，我们要把继续的传下去。所以，搿文化是我们自己的特色，用有的食品可能自己自当的，有小麦盐干的是做，有的是买的，但是搿无论买了好，当的好，自做也好，都需要呢一种修炼啊，搿是一种修炼的。当小的菜呢，还要有不是一份两份，都是有把这个无数呢7、8份、18份啊，丰富多彩啊。所以里面呢，当然还有肉，因为有油，所以的味道是又好的。这个节气佳庆的时候，不单单是食品，还有呢，就庆乐，是民族的特色都顾上。所以，这是我们退休的佳庆的日子。佳庆吃还有艺术讲究啊，吃包的时候要一定要包的时候，这一条呢要压了啊，包的这文化是包以后呢。饮食文化呢，这也顾到肉汤是味道有在，所以我们吃的味道呢，我们是讲确实好啊，吃功呢实在没味道。谢谢大家。好，有请沈老。呀，加上去啊！有请乔沈老。两个人，我一开始不讲过，你千万小讲不讲出去啊！还不搞得包些饼去啊！今天真包不好。好，搿到我讲唔详解，有请评委把两个人打分点评，先打分。现在选沈老学秀9、8。9、39、27、26分。乔水秀6、5、8、19分。好，这个是评委打的分，这由评委点评。秦河水秀呢是铁短的时间内望了搿个视频之后，搿呢重大投酒的搿视觉呢，介绍投酒的模式。搿呢搿投酒搿不是专门讲食品动，我讲投酒那个3好4好，所以呢投酒模式文化呢非常发达。讲了文林的开高，这椒江的下湖啊，天山的乌拉塔，西关的八大湾啊，只有了有面上的。只有了重点临海人，重点介绍临海的台青鸭味食品动，讲了呢比较生动，有面上的有地上的，有一般的有重点的，所以呢讲了蛮好的，所以我给他9分。乔水秀，评委点评。
乔水秀讲的应该讲话是比较顺畅的。问题在搿个地方呢，是把题目里面的推究习俗、文化搿4个字了，没紧紧抓牢。所以你讲个物事了比较零碎，即使讲吃、讲包喜饼，你把喜饼里面的文化讲出来，色香味饮，你都要把它讲出来。搿事情我在头路都溜落了，搿有点文化内涵在里面，你全都没讲出。所以那个缺点不在搿地方。好，谢谢评委点评。接下来，请大众评委把台上2位选手打分，每个人手里的1票还是1分。有请大众评委。啊，高不给他个手里。个8不见，8不见。哎，个8不见，8不见了。好，谢谢大众评委，谢谢你们对2位选手，中肯的评估。小英，本别那个点点下，一共多少把？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票。10票。这有请陈傲选手，本自己手里的票点点下。明显给别抖手，19票，19票，10票。结果让评委的打分数，还有前面说过的填空题，总的分数有请。OK。好，朱立春406分，6分，29票。好，请工作人员把手里的把都收水他。恭喜恭喜！铁球首届方言大赛经过初赛、复赛以及今年的决赛，本次活动到达结束。